看起来似乎又好像一个新的一个高峰了不过事实上还不是很明显可能这些要这2天我们把它清查得更清楚那以后才能够比较清楚看到这样的一个走向。不过目前这样的一个迹象来看是属于比较不好的一个迹象。在年轻人染疫的比例事实上也有在增加像昨天的这样资料，我们到最早以往当然到5月10号以前当然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说20岁到39岁其实它染疫大概都有3成34.3%，然后在这一波5月11号到6月2号那年轻人就20岁到39岁的就往下降那大部分都是尤其就是60岁以上的就大幅的增加，那这个20到39岁的就降到19.9%从1/3降到20%。那但是呢，那这2天昨天6月3号我们今天所报出来的资料里面，看到这年轻人的资料升到25.2%，它的比例是在增高了那我觉得在年轻的这一部分可能也有一点防疫的松懈可能看到前2天里面好像疫情比较平稳所以就这移动的比较多那可能就是群聚的也比较多，那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端午节当然在这个礼拜天，在下个礼拜天就是端午节那下来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没有必要就不要返乡不要做长距离的移动。那我们也跟交通部也请交通部把这个由于在端午节那个连假期间能够把公共运输的量，长程的公共运输的量能够把它维持在2成维持在2成。那交通部现在积极跟各个就是我们的台铁也好，高铁也好，还有我们的公路总局也好正在拟定相关的计划所以也要呼吁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长距离的移动恐怕会有把这样的一个可能的传染那把它散布开来。那端午节大家都不免要拜拜了那大家会有很多的采购，那市场的拥挤都会形成一些压力那当然我们就说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民俗只要不要大量的群聚那宗庙那个各种宗教活动也都已经是暂停，但是家庭里面要拜拜恐怕也很难就是说不拜但是请大家就一次购足一次购足那少到这个里面逗留太久，那太多次那都不是我们希望的那人流上面也都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压力。那也要求一定要把人流管制做好，如果实在很多的分流的措施都没有办法达到效果的话，那可能就要暂停国际上大家虽然非常的热心，也非常这样的需要，可是事实上现在是买不到了现在事实上是买不到我几乎敢这样子讲了那当然有些但是我也不敢完全否认，就是说有人会买得到那为什么要这样拿授权书？可能有人讲到授权书好像讲得很严重，没有，我们就是要一个原厂开出来的，就是说它会供货嘛，你总是有东西，那我们才有办法来谈进口，就原厂要供货，那提着要做什么用呢？那我们可以跟原厂来confirm嘛就是说那这个是不是确定是不是这样子，那这样才会让大家不用走很多的冤枉路了要不然大家有时候很热心，那积极，况且现在前客也很多那再三这几个大厂都一再的强调就是说如果有这种非原厂的来跟我们兜售，或者来就是说有这样的可能契约，那都希望我们能够跟他们提出这样的报告